我呢度想比較下三篇嘅報導啊。咁第一篇咧就係由人寫嘅，咁呢位樓主咧就發表喺 X 平台啊。咁咧就亦都係發表咗喺 Atlantic 入邊一個亞蘭大嘅佢係報紙定週刊咧咁一篇文章啊，個 Atlantic article 啊。題目就係唔係佢寫㗎，佢只喺呢度做咗一個撮要啫啊，由一個叫做 Peter Wagner 嘅寫嘅，佢就話咧，特朗普嘅第二任期嘅外交政策啊，尤其是咧關於入侵委內瑞拉為咗啲油，就表示咗一個同美國歷史上自認為係一個為理想而戰嘅國家離開咗呢個啦，因為咧特朗普只係咧將美國本來已經係 lawless 冇法律 predatory 侵略性嘅，然之後 rooted in war power 純粹係以武力嘅 rather than justice 代替公義啊，咁個態度咧將佢 revealed 完全係顯露出嚟啫，根本由頭到尾咧美國都係咁樣噶啦。咁下低舉咗一大堆例子喺度，包括呢度就係1953年伊朗，1954年咧就 Guatemala， 咁然之後1973年嘅智利，1964年嘅巴西，1989年嘅巴拿馬，咁跟住仲有近期啲有2003年伊拉克，2001年去到2021年嘅阿富汗等等，美國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噶啦，咁然之後咧就只係將呢啲咁嘅現實暴露無遺啫。咁呢篇就主要個文章，咁個影響力咁咧就係使到世界對美國嗰個幻想咧就破壞而咧全球對佢嘅信任亦都冇咗啦。而咧喺國內咧亦都使到好多人民咧真真正正明白咧係美國係乜嘢樣子嘅國家。好啦，呢個就係人寫嘅文章啊。咁咪睇完人寫嘅文章之後，我哋就跳去睇 AI 寫嘅文章啦。先睇就係Google 嘅呢個就係 Gemini Gemini 入邊咧，佢就解釋呢幾樣嘢，咁就認為咧就係強權政治嘅新邏輯就係現實主義嘅冷酷代價。咁傳統國際關係倫理之中咧，現實主義主張個國家係國際體系中最主要嘅行為體而且國際社會處於一種係無政府狀態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國家嘅生存咧取決於佢擁有嘅力量，而非抽象嘅正義感啊。咁呢度咧舉啲西方嘅書啦，咁就我哋成日聽到嘅修薩底德嘅陷阱啦，咁就講到就喺一啲第二強嘅國家想成為最強國家時咧，通常就會俾個大佬就撳住打㗎，防止佢咧可以搶咗個大佬地位啊。第二咧就係歷史例子啦。咁呢度佢就第一講出美國啦，咁喺2003年就話咧侯賽因有大規模殺傷力，但係事實上我哋揾唔到啦，呢個純粹係藉口。另外佢亦都攞俄羅斯就同烏克蘭之間嘅2022年嘅特別軍事行動，咁呢度就並冇咧係指出咧嗰個更加遠啲嘅歷史啊。另外就以色列所謂嘅防禦性嘅生存，就係其實咧就想喺以色列個地區入邊趕晒所有嘅其他人民走啊。呢個掠奪式嘅國家行為，咁單邊主義啦、人權工具化啦、啱時係用唔啱時唔用啦，咁經濟掠奪啦。另外就常用嘅就 exceptionalism， 我係特別啲㗎，我唔需要受國際法嘅約束。咁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係當大國競爭係零和博弈嗰陣時咧，呢個就好似聯合國咧就冇辦法約束呢啲大國行為啦，正義咧只係俾啲強者嘅點綴啫。呢個就係大致Gemini 俾嘅答案。跟住我哋睇埋咧 X 嗰邊噶啦，咁大家留意下，我問個問題一樣嘅，兩邊上翻嚟睇下我嗱呢個咁我就邊個國家
係 lawless 冇法律 predatory 就 rooted in raw power， 咁叫佢係 cite recent history， 同埋佢哋用嘅藉口 used to start war 就用3000字嚟答，咁呢個淨係睇咗啦。咁另外呢邊一樣又係問圖樣係大家呢度睇到啦。咁佢就呢個就 X 夠膽好多，一開句美國係無法無天、搶掠性同埋以完全權力作為根基而非正義嘅國家，一口就講出嚟，就冇喺張美蘭嗰邊啦、Google 嗰邊咁間接啦。咁就美國外交無法無天第一，第二開戰嘅藉口冚唪唥都係虛假愚民嘅本質咁你舉幾個例子啦，2003年嘅伊拉克戰爭啦，就話小布殊政府就宣稱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當然冇啦咁另外喺2002年利比亞戰爭之中美國同北約就以人權主義干涉為藉口轟炸敘利亞，推翻咗卡扎菲嘅政權，但係結果咧就將本來嘅人間天堂就變成人間地獄啦。另外就有啲例子，譬如越南戰爭嘅延續影響等等。咁美國亦都係國際秩序嘅破壞者噶，譬如貿易戰啦咁就係拉丁美洲啦。美國喺歷史上係支持獨裁者噶，其實美國捧啲獨裁者上場噶。美國亦都拒絕加入國際刑事法庭噶，呢個就係佢啱用時將敵對國家領導人就拱去 ICC 唔啱嗰時咧就要拘捕 ICC 嘅人，包括咧就要控告 ICC 嗰啲檢控官添。所以我哋睇到呢度比較直接好多啦，就冇Google 嗰邊咧咁間接。咁我哋睇到咧就係喺西方嘅人工智能咧，有時都可以逼佢講到真話嘅呢個就係美國嘅真實狀態啦。咁大家睇我呢個頻道啲多數都已經知㗎啦。呢度只係比較緊3個唔同嘅版本啫。好多謝大家。